呢度係順德樂從板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兩袖清風嘅村委，隔離嘅項目，保利天環。前兩年一手嘅價格都同後邊棟樓一樣咁鳩高，大部分業主都陪緊佢高位站崗，只有少部分嘅業主終於認命，肯低價放盤。我諗佢哋嘅心態都好似老舉過年咁，算鳩數啦。嗱，就係呢度。本身呢個板塊嘅教育一嚿半，但係華師附小已經開始就讀啦，再配合埋我身後呢一間年年話自己虧損嘅大墩幼兒園，簡直係呢度嘅最強教育配套。不過可惜嘅一點係華師附中已經起緊，咁你就冇機會同梁主任嘅親戚喺大墩中學做同學嘅。你過嚟啊！其實佢賣得平真係唔可以怪佢。因為佛山新城呢度本身就人煙稀缺，最令人驚嘆嘅係過往只有中介佬畫完餅將人流吸引過嚟，但係餅係上唔到台嘅。呢度係啲餅已經擺喺晒台面，但係冇人嚟食。佢呢度嘅價格已經同綠島匯差唔多啦。雖然你哋話佢係邊緣，但係其實佢同佛山新城最核心嘅位置都只不過隔咗一條美麗鄉村大墩村啫。喺呢個價位裏邊，都算係肥婆着喇叭褲，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當你聽到呢度可以享受佛山新城嘅千億配套，你一定以為城市建面好閪高大上。但係呢度四面環村，再加埋對面一個鋼鐵世界，兼且佢去商場要2公里，小學2.6公里。好在嘅一點係地鐵唔使1公里，都有少少安慰。嗱，呢度嘅小區大堂、電梯、門口，102方嘅入正面積，廳有25個方，算係中規中矩。但係最人諗唔閪明嘅就係門口嘅玄關同房間呢2個位置，佢要做到咁閪大，搞到飯廳得個豆潤咁細。你冇以為自己102方做3房就真係豪宅先得嘅。4米幾嘅開間陽台，確實吸引咗唔少嘅粉絲。樓下鋼鐵世界仲可以令你有一個一望無際嘅風景。不過樓下嘅呢啲貨車聲，真係會令到你懷疑人生。你睇成個佛山新城嘅配套就喺你腳底，但係從學校、商場到地鐵，全部都係近在眼前，遠在天邊。廚房嘅空間感都仲算可以。呢隻顏色嘅搭配，仲要好閪多女人都會中意。唔信，幫你問下你老婆啱唔啱？100方嚟講，佢個屎坑真係好閪細，細到我發覺我打橫係完全行唔到出嚟。但係佢有一個優點就係，我只要打側1步，就可以直接行出嚟坐低屙屎。正就係呢個戇鳩嘅玄關設計搞到咁大，佢2間客房先得7個方。成個格局仲要係冇辦法改，就連萬科嘅90方3房都不如。主人房同埋陽台都係佢唔錯嘅地方，預留咗衣櫃位，兼且呢度嘅屎坑仲要大少少。而最閪可惜嘅就係呢度同陽台一樣，望住鋼鐵世界。總結一句，130幾萬嘅總價，雖然佢只不過係佛山新城嘅邊緣，但性價比都相當之高。特別地鐵同華師附小呢2個配套都已經落地啦。就算佛山新城人流問題呢個痛點未係解決到，但係呢個價格下，佢個評分都係名列前茅嘅。著名嘅射手魯班7號曾經講過：唔好指望眼前，識得展望將來嘅人先可以掌控大局。又係激情嘅一日。